Hello，今日開箱嘅主角，我哋嘅 Honor Robot Phone， 由 CES 發布到而家咧，差唔多半年啦。睇個包裝先，非常之有新鮮感嘅包裝。佢最大嘅特色已經喺個包裝上邊，大家見到啦。好，仍然係呢個 Honor 華為式嘅超巨盒包裝啊！咁係嘅，佢嘅身份係定一個非常之高階嘅品牌旗艦嚟嘅。睇下配件先啦，都係哇120W嘅快充磅係嘛？呢條線啦，好嘢，我睇下先。好，保護套，矽膠嘅保護套，比較特別嘅咧，佢係有埋磁吸嘅。印象之中，原裝保護套有磁吸嘅極度罕有啊！而且連呢個磁吸嘅 stand 都係俾埋你嘅，哇係真係大家慳翻好多時間啊，同埋金錢啊，唔需要去左配右配，起碼原廠成套俾晒你先。再嚟啦，當然係主角啦，等等，Honor Robot Phone 呢部機最重要嘅賣點，當然係呢個鈦金屬雲台鏡頭啦。升起嘅時候咧，就係非常之有型嘅。收翻佢啲動作咧，好有科技感。佢仲有一個咧玻璃嘅蓋咧，去保護住個鏡頭嘅。其實咧唔升起嘅時候咧，就建議咧拍翻埋咧，保護住佢。唔小心閂咗個蓋咧，會點咧？佢係唔俾你落翻個鏡頭嘅喎，哇！非常之咁聰明喎。開翻，又真係可以落翻喎。咁如果我揾啲嘢頂住佢，又會點咧？望呢個窿，大家可以望一望。佢呢個窿咧做得非常之咁深，咁即係話佢嗰個底板啦，嗰啲組件啦，全部咧都要塞晒喺咧右手邊。咁其實咧個做工咧真係做得好靚啊！唔係閂蓋有嘢頂住，落唔落到咧？係唔得嘅。哇，好醒喎，真係。好，睇一睇主角嘅外形啦。Honor Robot Phone 實機咧就比呢個之前上網睇咧靚仔咗好多，非常之科技感嘅設計，全金屬機身咯。側邊咧係有啲坑紋咧，去增加個握持感。最特別咧，佢係有手繩位嘅。我對上一次咧有手繩位嘅機咧，真係唔知咧係幾耐之前啦。特別係喺內地版嘅手機嚟講咧，更加應該係前所未見啦。可能為咗配合啦，大家呢個雲台咧，個握持咧更加穩陣咧，可能加埋手繩啦。其實原裝咧都有跟條好靚仔嘅手繩嘅。好，比較意外咧就係咧呢部機咧熒光幕嘅尺寸咧就只有6.3寸。具體啲講咧，其實咧就係 iPhone 17 Pro 咧嗰個 size， 熒光幕嘅大細幾乎係一模一樣噶啦。機身嘅重量咧248g， 8.2D Gen 5。7050嘅超大電池，80W快充，50W無線充。叫得佢做 Robot Phone 咧，當然咧佢都會有佢嘅機械人嘅功能嘅。好搞笑咧，佢識得跳舞，亦都識得同你溝通。點樣玩法咧？去片。點解你個樣咁似傻強嘅？我係榮耀智能助手遊遊，同傻強唔係同一個角色㗎。外形同設定都唔一樣嘅，你可能有啲誤會啦。係咪真㗎？當然是真的啦，我是榮耀終端股份有限公司自研的智能助手。夠啦！這彎起來的指尖帶着甜絲絲的暖意，等下路過糖水鋪，給你帶碗剛出鍋的薑撞奶。是哪裡不舒服嗎？可以告訴我陪你聊聊。嚴重的話記得找專業人員看看啊。你先有病啊！抱歉，我理解錯了你的意思。你可以再和我說說具體的情況嗎？可唔可以認下我啲手勢啫？那你這屋企手勢正好配上如願以償啦，到時候就可以盡情享受生活，實現所有期待了。
剛規劃好的暴富計劃瞬間被潑冷水，你這樣做我連暢想的動力都沒啦。Are you feeling well? I'm doing pretty well, always ready to help you out. How are you doing today? I am good. I am very good. That's really nice to hear. What would you like to talk about or get help with today? I don't want to talk to you. 好的，有事再叫我。收檔啊你。咁試完之後咧，好玩就好玩啦，好有當年日本 RoboCon 嗰啲味道，但係咧就冇乜實際嘅用途，只係娛樂性十足。咁希望後續嘅軟件更新咧，可以加翻一啲實用啲嘅功能咯。呢部機嘅鏡頭規格2億像素嘅雲台鏡頭，2億長焦，再加5000萬像素嘅廣角鏡，最高支援到200倍嘅數碼變焦。其實呢部機咧，決勝負當然喺個雲台鏡頭嗰度啦，比普通手機嘅防震能力大咗好多，就好似平時咧用 DJI 啲 Pocket 3啊、Pocket 4啊咁樣。咁有咩最大嘅分別咧？使用上邊體驗，其實咧最大嘅分別咧，就我覺得咧就係咧，如果用 Honor 呢部 Robot Phone 咧，佢可以咧喺手機咧入邊咧直接做編輯啦、執片啦，而且咧內置嘅專業剪片嘅軟件咧非常之強大啊，有啲似 CapCut 啊嗰啲，做到好多成㗎啦已經。咁另外咧，如果 TJI 嗰度咧，就一定咧要落翻去手機嗰度咧去編輯。咁變相咧，其實咧就要攞住2樣嘢出街先至可以做到。咁Honor 嘅 Robot Phone 咧，確實咧就係方便好多嘅。Honor Robot Phone 咧拍片方面仲有一個非常之大嘅賣點，就係同荷里活級嘅專業攝影品牌 ARRI 合作。內置咗一個 ARRI 嘅模式，除咗原色嘅 RAW 咧方便大家去執片之外，亦都內置咗有好多個嘅ARRI 嘅濾鏡。出嚟嘅片非常之咁有質感，效果係好好。嚟緊嘅 Magic 9嘅系列咧，如果確定咗咧 ，ARRI 咧繼續係會同呢個 Honor 合作嘅，睇嚟絕對有實力去追 Vivo、OPPO 嘅影像霸主地位。Honor Robot Phone 開箱就去到呢一度啦，嚟緊今個月仲有大量其他新 model， 記住嘅 like and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我係三和電器嘅 Simon， 多謝晒大家 ，thank you。哈哈，這就收，那你接下來準備做點什麼有趣的事？我仲有排拍。那我安靜等你，看你這狀態果然是穩的，等着看你好成績。好啊。